齐峰，这个臭小子，你又想祸害我的宝贝啊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我太无聊了，就想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无聊？教你学的炼丹术学会了吗？画符呢？嘿，爷爷，炼丹、画符、炼器，我可都学会了。现在是否第一期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，爷爷？没事，这几天有点上火。这纯阳道体的资质也太逆天了，炼丹、画符、炼器，全都真是化境。炼丹术更是完全超越了我这个丹道祖师，成为世间炼丹第一人。可惜，若是再找不到纯阴圣体交合，这小子命不久矣。我记得这纯阴圣体好像就在乾坤宗。爷爷，还有什么能让我学的吗？用了一整天才把这些全学会，果然你的资质是全村里最差的。这是什么？小峰啊，你需在7日之内找到那纯阴圣体，并与之交合。如若不然，你就见不到第8天的太阳。这些小玉石指点前，你且将就当做盘缠。啥？等会儿，我咋突然就要死了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冥冥自有天地。纯阴纯阳，世间唯一。下山后一定要低调。你若是高调行事，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如你太过高调，惹得纯阴圣体生厌，你们的生路都必然断绝。啊！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再给老娘上2碗。武少仙呀，您已经在本店赊了200多斤了呀！怎么着？我乃乾坤总宗主，你怕我还不起？这人人都知道，易武峰早已经是入不敷出了，穷的就差把自己的山头给卖了呀！吴长老啊，我记得今天应该是乾坤宗收徒大会的日子吧？如果您今天再收不到这徒弟，这个月的宗门绩效考核可就又过不去了呀！我一绝命之人还管得了那些？天赋异禀又如何？还不是得死在这该死的纯阴圣体上。生来不过为人徒作嫁衣罢了。上酒，上酒！等着，等着。这修仙宗门个个都这么厉害，那什么纯阴圣体怎么会看上我呢？算了，我还是先加入这乾坤宗再说吧。哎，快看，前面走的是乾坤宗的宗主，后面跟的是第一峰的吴峰主。第一峰在乾坤宗内举足轻重，要是能拜入第一峰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那是自然，我师傅的实力仅次于宗主。天哪，竟然是陈师兄，年轻一辈的最强者，年纪轻轻就已达到了金丹境界，更是千年难遇的9品资质啊！陈师兄可是未来要成为宗主的人。陈天胜。峰哥，天上这极品伏虎草，你拿着。不行，峰哥，这是你拼死带来的，我不能要。
让你拿着就拿着，那么多废话！你的资质比我高，给你比给我有用。疯哥，等我发达了，我罩你。好，等你发达了，我就跟你混。天生，哎，真的是你啊！你的好兄弟秦风啊！哎，何方小小，竟敢妄言是陈师兄的兄弟？怎么能叫妄言呢？天生，你快给他解释解释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峰哥呀！峰哥，陈师兄，你们俩认识？当然认识，不仅认识，我们还是兄弟。啊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是兄弟。哎，天生，这么多年没见，你都金丹境了，太厉害了。是啊，我都已经金丹了，而你还是个连练气都不是的废物。这人这么多呢，天生你说这种话，我们可是兄弟啊！兄弟可笑，修仙世界实力为重，你我之间相差悬殊。你觉得现在的你配做我兄弟吗？陈天生，想当年是我冒死诛杀玄虎，送你几匹伏虎草，这份恩情你忘了吗？狗屁的恩情，那伏虎草本就该收拾，给你这个废物才真是暴殄天物。再说了，当初可是你硬要塞给我的，我可没找你要啊。陈天胜，你忘恩负义、背信弃义的东西！你当初可说过，等你飞黄腾达的时候会罩着我的。秦风，想让我罩着你，也得看你够不够资格。这块检测石可检测修士资质，其中3品为蓝色，5品为紫色，9品为红色，9品之上乃是七彩华光。想要拜入我乾坤宗，至少要有5品资质。你又是什么资质？试试就知道了。虽然爷爷说我资质很差，但爷爷教的法术我全学会，怎么也能有个3品，即便没有1品资质，总该有的吧？陈天胜只说让检测石发光，又没说一定是蓝光。还有7天我就会报毕业了，救命的纯阴圣体就在乾坤宗，无论如何我都必须拜入宗。别怪我没提醒你，3品以下检测时不会有反应。愣着干嘛呢？把手放上去就行。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每年啊，总有那么几个废物想要混入我乾坤宗逆天改命，可惜没有一个能成功。每年想拜入我乾坤宗门下的人，犹如过江之鲫，没时间给你个废物浪费时间。下一个，哎，郑师兄，我错，快点吧，反正结果注定是失败。秦风无色不合格。秦风，可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5品才能入我宗门，我已经给你破格降到3品，可没曾想你连3品都没有，你这个废物也敢与我称兄道弟？纯阳到底出事了？算了，命定之事无需挣扎。干杯！七彩华光，让秦风的资质比9品还高，怎么可能？秦风他不是废物吗？恭喜宗主，贺喜宗主！我乾坤宗又进了一位绝世天才。我爷爷不是说我资质极差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不对，你们快看！这不会是我弄碎的吧？乾坤宗成立1000年，从未发生过这样的情况。难道秦风的资质强到连检测石都无法测定吗？无法测定不假，秦风并非天才，而是废物。七彩华光，难道都不能证明秦风是天才？宗主，那并非是七彩华光，秦风是个连凡人都不如的废灵，让检测时灵气紊乱，从而乱放光华，最终爆炸。秦风
废灵根，不合格。人呐，废物不可怕，最可怕的是没有自知之明。你这样的一个废物，也敢与我称兄道弟？这下死定了！站住！检测师价值连城，弄坏了就想走吗？罚你去第五峰做杂役弟子，什么时候还清了债，什么时候滚下山去。多谢吴峰主肯。师傅，你为何要留下秦风这个废物？3日后，宗门大礼，第五峰唯一的弟子赶不回来，我送秦风进去，就会由他来代表第五峰出战。届时，吴清影必将颜面扫地，让出峰主之位。女儿们，哎，你就是拜入第五峰的弟子秦风。嚯，这么重的酒气！你小子眼光不错嘛，老娘我可从不收徒的啊。不过看在你主动选我第五峰的份上，我就收下你了。不是我选的，是我不小心打破了检测石，才被罚来第五峰当杂役弟子的。年轻人体力就是好啊，连检测石都弄坏了。看来你是个天才。不，我不是天才，我是废灵根。什么？废灵根？不收！师傅，我虽然资质差，但是我肯学，只要您收我为徒弟，以后脏活累活我都包了。态度倒是诚恳，也罢，就留他做个杂役弟子，骗点拜师费算了。为师啊呀，不是什么绝情之人，见你如此好学，那就勉强把你留下。不过，想要拜师，那得走个流程。啊，师傅在下。哎，别来这套啊！你磕头，我还得给你压岁钱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我有一个梦想，就是希望天下人人有先修。奈何我势单力薄，有心无力，所以啊，我才专门设立了这个道门功德箱，为天下人积累功德。收的不多，500两黄金。500两？师傅，我没钱呢，不然也不会被罚来做杂役弟子的。你没钱，你修什么仙呀？你努力上百年，还不如人家花点钱吃点天才地宝呢。更何况呀，你是个废灵根，你这不是给人做反面教材来了吗？哎，师傅，钱我倒是没有，但是爷爷说过，这些灵石还值点钱，你看能不能将就一下？灵石，1枚灵石价值1000金，这小子这么有钱？没有钱，灵石勉强也行。啊，那原来这些是灵石，爷爷有一座山那么多，肯定不值钱。师傅刚才都要赶我走了，我得多捐点，绝不能被赶下山去。可以有现象，我就开心到退了。师傅，我原以为您是一个酒鬼，可没想到您心中藏着大义，是我错怪了您。你是个慈悲心肠的大善人，
不过这次下山太匆忙，我带的并不多，下次回来我给您多带一些，如何？还有，这下发财了！本以为秦风是个累赘，没想到却是个小金沙呀！好徒弟，既然你这么有成就，那为师就教你些真本事。龟波气功，野驴拳，疯狗掌。您确定这真本事吗？怎么看起来像街边卖的小人书啊？大道至简，你懂个球！我这些秘籍，你要是能练成一个，就能成为统御一方的道祖大帝。真的假的呀，师傅？我还没见过哪个大帝练疯狗掌的。师傅，我读书少，您可别骗我。那是因为你见识浅薄，练疯狗掌的多了去了。那我也要练疯狗掌。你是废灵根，你学不了。那我练龟波气功。你是废灵根，也学不了。那野驴拳总可以了吧？这些都需要灵力，你学不来的。那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我还不如下山自生自灭算了。慢点，有一招不需要灵力，你可以学。什么？为师精选王八。别看名字不咋地呀，威力大得很呢。练好了，可上9天秦楼，下9幽荡魔，厉害着呢。王八拳脱胎于玄武掌，玄武掌的确有这般威力，可王八拳被弱化了1000倍。秦风能打碎一块顽石，都算是天赋异禀了。不过呀，你也不用太放心上啊，反正以你那资质啊，练到打碎顽石就可以了。王八。一本黄金下品功法都能把天地异象看出来，你管这天赋叫废灵根？我在爷爷那儿学到的功法异象都有几千丈长，遮天蔽日，这王八拳却只有这么小一个。果然山下的功法都不好学。师傅，我这练的还算有效吧？这小子是不知道自己天赋有多强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夸他，否则他一骄傲跑了，我就没钱捞了。练得不错，但还不够，还需要为师多加指点才行。好。哎，陈师兄，秦风这废物真是走了狗屎运，废灵根都能进入宗门修行，能修行又如何？秦风一个废物，给他几十年也练不出什么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师傅让他去第5峰修行，就是看中了他的废灵根，想在东门大比上坑死5星。哦，原来如此！明日宗门大比由陈师兄亲自出战，金丹天骄对上废灵根，到时候不光第5峰会说得很惨，就连秦风恐怕也会变成废狗啊！哎呀，师傅这阳谋真是狠了！秦风这个废物，以为拜入乾坤宗就能追上我了，殊不知天骄和蝼蚁之间隔着一整条星河，秦风根本就影响不到我的布局，重要的是得到第5峰和5星营。灵气中天玄武异象，究竟是何人在此修行？居然都引来如此异象！第5峰现在只有武清野和秦风，5星野修为停滞多年，不可能是他。难道是秦风？不可能！秦风一个废灵根，怎么可能引来天地异象？走！陈师兄，还真是秦风引发的玄武异象。哦，是什么风把2只癞蛤蟆吹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是想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不过要让你们失望了，秦风天赋高绝，玄武拳一教就会，还真得感谢你们给我送来这个绝世罕见的修仙奇才呀！师傅，你可别吹了，吹得我都快当真了。不可能，秦风的废灵根大家有目共睹，不可能练得成玄武拳。陈师兄，可是我懂了，5星爷，你好算计！你什么意思啊？秦风根本就不是什么天才，他头顶的玄武异象
不过是你孤注一掷、垂死的挣扎，把第五峰所有的天才地宝都喂给了秦风，伪造出来的异象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幸亏陈师兄火眼金睛，要不然啊，还真让这武清营给唬住了。吴清营，你以为把所有的宝贝都喂给秦风，就能阻挡我抢夺第五峰了吗？我要的可不只是这一点天才地宝，明日便是宗门大比，届时我会让你知道，实力上的差距不是靠旁门左道可以填补的。走。宗主，武清隐修为低下，连很多亲传弟子都不如，他没资格做峰主。谁说老娘没资格？老娘为宗门立过功。满身酒气，浑浑噩噩，承蒙宗主庇护，已经让你逍遥了几十年了。如今是时候把第五峰让出来。今日就先杀个废物助助兴。秦风，上来受死！秦风虽然资质逆天，但资质还没有转化成实力，不是陈天圣的对手，不能应战。第五峰拒绝出战。宗门大比，每座先锋都要派弟子出战，你不能拒绝。这些天才地宝个个价值连城，你要好好修炼，千万不要辜负为师对你的期望。是。师傅对我有恩，无论是为了继续留在这里寻找纯阴圣体，还是为了报答师傅，我都不能输得太丢人。来吧，我怕你。本次比赛的优胜者将会获得中门至宝逆天改命。比赛开始。天生有大帝之姿，虽是只有金丹修为，但面对游阴修士也有一战之力。秦风区废灵根，敢与天圣对垒，简直是蚍蜉撼树。秦风是飞灵根，听说练的还是王八拳那种杂役弟子都嫌弃的功法，能躲开程天顺一拳，都算是18代祖宗保佑他了。不要眨眼，接下来这一局将会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看到最后的画面。哎呀，秦风竟然真躲开了，他果然是天才啊！怎么可能？就算陈师兄没出全力，可毕竟金丹修为摆在那儿，秦风这废物怎么可能躲得开啊？不是我，秦风区废灵根有目共睹，一定是天圣在放水。我看陈天圣的表情也不像是在故意放水嘛，好像是恼羞成怒了。秦风，你个废物，凭什么躲得开我一拳？你现在呀，还不是陈天圣的对手，到时候打起来能躲就躲，能跑就跑，不要整天就。不知道，师傅让我躲，我就躲。躲？我看你往哪儿躲！啊！停！你不许再躲了！凭什么？谁规定比试不能躲了？哇，躲得好，给为师躲到比试结束为止。是师傅。你，宗主，大比被第五峰搞成这个样子，其他弟子有样学样，那还了得？吴峰主说的有道理，秦风不准再躲，与陈天圣正面对决。老秃驴，你玩不起啊！真没意思。你这王八拳绵软无力，秦风必死无疑。渣渣，这下我看你怎么躲！这一拳我用了5成的功力，
打在你身上，必定皮开肉绽，血肉横飞，连全尸都留不下。宗门大敌，生有死，谁都救不了。等我拿下第5峰，武星宇就会成为我的玩物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，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陈天胜，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为什么不疼？不对呀，陈天胜这一拳有5成威力，秦风怎会毫发无伤？难道秦风不仅身法灵活，肉身也强悍过人？不可能，秦风一个废灵根肉体凡胎，怎么可能挡得住金丹一击？啊！我知道了，不是秦风这废物扛住陈师兄一拳，而是陈师兄在猫戏老鼠，在即将打中秦风的时候故意收力，戏耍秦风这废物的。陈天胜，你丫太阴险了！你杀人诛心！什么杀人诛心？天胜，你就别再戏耍秦风了，他一个废物，不值得你花这么多心思，给他一个痛快的得了。陈天胜，你人渣已经算了，还百般侮辱戏耍我，我拿真心待你，却把我当傻子。当初要知道你是这种人，扶草我给狗也不会给你。哼，戏耍？我信你吗？这是陈师兄最强杀招龙神掌。龙神掌一出，元婴高手也要颤抖。这下秦风他必死无疑。宗主，不行，不能再比了呀！他要杀死秦风啊！宗门大比本来就是宗内弟子实力相撞，出现伤亡也很正常，怎么就不比了？秦风就算是死了，也是他自己学艺不精，也是怪你这个师傅当得不好，怪不了别人。宗主，五峰主，不要太任性。王八拳威力不足，与龙神掌对后，秦风必死无疑呀！秦风，我本只有6品资质，吞下你给我的伏虎草，才提升至9品。我能有今天，还真是多亏了你呀！哈哈哈哈！有件事这么多年都没告诉你，那就是我从未拿你当兄弟。当日陪你去选虎洞，只是想拿你当炮灰而已，没想到你居然真的杀了玄虎。一想到你为我与玄虎拼杀的样子，我就忍不住笑。我还从未遇到过你也这么好用的炮灰。还好你识卷，最后把伏虎草给了我，否则我就只能杀人越货了。陈天胜，你个卑鄙小人！我拿你当兄弟，你却一直拿我当垫脚石。我乃9品资质，未来必定成仙作主，拿你当垫脚石，才让你有了与我接触的机会。不然你以为我会看你这种废物一眼吗？我这一记龙神掌有10成功力，面对元婴修士也会断其一臂，能死在1代天骄的全力一击之下，也算是你的荣幸了。王八蛋，欺人太甚！我死也要出这口恶气！龙神掌，王八拳！纯阳之力为何没了？哎呀，看来是我真喝醉了。纯阳道体万年难遇，秦风怎可能是啊？陈师兄9品资质，金丹修为，居然输了！嘿嘿，好徒儿啊，打得好！陈天胜呀，这咋回事啊？9品资质打不过一个废灵根，你刚开打前的牛皮劲儿呢？说什么？你们都是我的垫脚石，哎，咋把自己垫地上去了呢？天圣，怎么回事？9品天资怎么会打不过一个废物？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输。秦风他这个废物，他凭什么能赢我？我懂了，秦风作弊。
别冤枉好人啊！这宗门大比又不是打麻将，咋作弊呀？方才秦风一拳开天，威力十足，货真价实，何来作弊一说？秦风他一定是吃了短时间能大幅提高实力的禁药啊，否则他一个半点修为都无的废灵根，如何能赢我？秦风，你不知道吧？这种药副作用极大，药效过后便会猛烈反噬，届时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！不是，师傅，师傅，秦风，你是不是真吃了禁药？它会透支你的生命，你懂不懂啊？师傅，我连禁药这什么我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吃啊？昔日威名赫赫的乾坤宗，竟沦落到需要禁药来对决了吗？尔等如此废物，昔日之后仙宗对决，乾坤宗必败无疑。宗主，这老登是谁呀？竟如此嚣张！他就是药王谷的长老叶春阳，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化神的境界。北境16大宗门，只有你乾坤宗和我药王谷排名垫底。昔日之后，仙宗对决将决定你我二宗的气流。谁若是输了对决，将会被踢出仙宗行列，宗门全体解散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本来我还心存担忧，现在看来，乾坤宗必输无疑。仙宗对决还有7日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若是你乾坤宗那位太阴魔女还在，我倒还有些害怕。可现在你们这群臭鱼烂虾，和我药王谷提鞋都不配。啊？什么太阴魔女？乾坤宗以前还有这号人物呢？先你1974年，太阴魔女首次参加自由斗法，就赢得了冠军。1980年，打赢了樱花宗重炮车雷龙，接着连续3年，打败16大仙宗所有高手，赢得了仙宗对决的冠军。乾坤宗当年何等辉煌，如今却要面临宗门解散的危机，还真是让人唏嘘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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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7日之后便是仙宗对决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宗主，乾坤宗有天圣这样的天骄，何愁仙宗大决我们不胜？陈天圣根本不顶事儿，有事儿还得看我关门弟子秦风。你们是有所不知，这仙宗对决共分2场比试，其一是炼丹，其二才是斗法。这就算是陈天圣资质再强，他也不可能7天的时间就精通炼丹吧？炼丹我倒是会一点点，不过只能炼出仙丹而已。仙丹，秦风，你个废物可真敢说啊！仙丹怎么了？那不是最基础的丹药吗？秦风，几年没见，你还染上了吹牛的毛病，倒是符合你们第5峰的风格，和你那个废物师傅如出一辙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差不多得了，你比我还能吹呢。爷爷说了，仙丹人人都会练的。够了！有在这里争论的功夫，还不如回去好好修炼。宗主啊，您刚刚不是说赢了宗门大比可以获得宗门至宝啊？是啥宝物啊？反正还有7天呢，赢了宗门至宝，哎，说不准可以转败为胜呢。本次比试的奖励是丹祖传承。当年我乾坤宗开山鼻祖丹道祖师曾留下一处禁地，他将毕生炼丹所学精炼成册，封印在禁地之中，等待后人去传承。然而这1000年来，竟无一人能解开这禁地禁制。也罢，秦风，既然你是获胜者，这丹祖传承便归你了。丹祖传承这下发达了。宗主，既是丹祖传承，天圣岂有不去的道理呀？哎，你个老秃驴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秦风赢了对决，丹祖传承就应该属于他，你还想硬抢不成啊？靠吃禁药作弊之事，
也叫胜利。丹祖传承千年未得，想必是求取丹祖之人资质不够，天圣九品之质千年难遇，定是丹祖传承千年苦心之人。就算是硬抢，又如何？你这是歪理邪说，宗主，自古赢家通吃，输家吃屎，您可得保持公正啊！好了，事关宗门存亡，多一个可能也好。走吧，去宗门禁地。宗主，金凤，你赢了比试有用，还不是要和我一起公平竞争传承？不过我可是9品资质，你一个废物，丹祖传承非我莫属。丹祖当年留下丹道传承，希望能有后人继承。可如今千百年过去，连个能解开禁制的人都没有。又有弟子前来尝试解开禁制了，希望这一次能有人成功吧。那是，丹祖圣孙，他为何会来乾坤宗？我知道了，定是来求丹道传承的。不对呀，丹祖说过，圣孙的炼丹水平已经远超丹祖，他有这丹道传承毫无用处。不知道，不过别忘了丹祖的胜利不能让圣孙知道自己的身份。丹祖当年便是在此地龙场悟道，脱凡入圣的，不愧是丹祖曾经修行过的地方，果然是灵气充沛，道运十足啊！仅仅在此驻足片刻，便能隐隐地感受到突破的征兆。丹祖这么厉害，怕不是渡劫期的修为吧？切，井底之蛙。丹道祖师的修为早已突破地境，掌控丹道，乃万丹之源，炼丹鼻祖。渡劫期的修为在他面前，孱弱如蝼蚁。你若能得到丹祖传承，必定逆天改命。待会你第一个上，别给陈天胜机会。不是我，这座九龙石门便是丹祖留下的禁制。丹祖留有圣令，他设下了9道考验，若是能得到9颗龙头的认可，便能开启禁制，获得丹道传承。奈何这千百年来，没有一个人能得到9颗龙头的认可，我也不行。这不是我爷爷后院的石门吗？这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什么？难道你爷爷是丹祖？一个废物的爷爷，能是丹祖？我爷爷确实不是丹族，应该是我记错了。好了，时间紧迫，你们2人只需将手放到太极盘上，注入灵力即可。资质不同，点亮的龙头数也不同。如果连1颗龙头都没有点亮，便会引来3味真火，烈火焚身而亡。若想解开禁制，得到传承，那必须要将9颗龙头全部点亮。我资质这么差，很可能一个都点不了，我可不想被烧死啊！你们2人，谁先来啊？我们先来。哎，师傅，怕什么上呀？秦凤，你是知道自己是废物，怕死了？废物就滚远点！我来。宗主，你看，不愧是陈师兄，瞬间就点亮6颗龙头，还在增加，第7颗了。8颗，难道
我10倍。师兄，果然还是不行啊！天生，哎呦，九品资质也不过如此嘛，还不如我们家秦风。我不行，那这个废灵根更是不行。哎，师傅，徒弟这微末的资质肯定不行啊！好徒弟，你就大胆往前冲，师傅在你身后，一有危险，师傅立刻出手，保你平安。太像了，越看越像我家的师傅。有师傅对着，一定不会有事。干了！找死！废物也敢染指传承，搬走真谛，烈火焚身，秦风，你等死吧！没想到秦风竟然真的解开了禁制。师傅，你果然是在坑我啊！哪里的话，为师这是信任你。这怎么可能？秦风不是一个没有资质的废物吗？这没想到啊，这9品的资质都没有得到认可，这没有资质的秦风却通过了考验，这天不保我乾坤宗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徒弟哟！你说你帅气多金，还获得丹祖认可，你怎么那么优秀呢？不像某些人，今晚可要睡不着觉喽。秦风，快去吧，这丹祖传承属于你。是。给我站住！这禁制是我解开的，不是你。陈天圣，哼，你这酒没喝你就醉了呀？九龙飞天，石门大开，众目睽睽，亲眼所见，明明就是秦风解开了禁制，跟你有鸡毛关系呀？你懂什么？所有的异象皆是因我而起，只不过禁制的时间久远，需要一定的时间反应罢了。刚好秦风上去的时候恰巧反应了，否则他一个废灵根，如何通过考验？一派胡言！你检测的时候太极盘破碎，而秦风检测的时候太极盘完好无损，足以说明就是秦风解开了禁制。话可不能这样说，修仙世界资质最重要。想必丹祖也不想把一身的本事传给一个毫无本事的废物。宗主，您觉得呢？这禁制到底为谁而开，的确是存在争议啊。不过也不是没有判断的方法。宗主，有何方法？这丹脉传承会自行寻主。秦风、陈天圣，你们2人站在石门前，这传承选择了谁，谁就是解开禁制之人。秦风，你个废物还想翻身，死了这条心了。陈天圣有大帝之资，丹祖传承必会选择他。会不会真是陈天圣所说的那样？我是凑巧赶上了禁制开启。看到了吧？传承选择了秦风，就是秦风解开了禁制。妈的！无草是我的，传承也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陈天圣，你卑鄙！
传承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你凭什么硬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天才，他是废物。无耻小人！你这种行径与强盗合一。修仙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，秦风他一个废物，通什么炼丹啊？传承给了他，也是暴殄天物，不如成全我。7日之后，我代替宗门大比。你。原来丹道也如此简单。讨厌，我成了。好徒弟，感觉如何？丹祖传承，我已领悟过半。这次仙宗对决，胜券在握。好，宗主，幸好是我接受了传承。若是秦风这个废物接受了传承，那不就是自掘坟墓？要是秦风继承传承，立地成圣，直接化成第2个丹主流。师傅是不是太夸张了？你傻呀！陈天圣他抢了你的传承，宗主本就心中有愧。你要是不把牛皮吹大点，怎么跟宗主要补偿？宗主，我们第5峰这次损失那么大，您不得给点表示啊？不然弟子们多寒心。我好啊，好一个无赖的峰主！正好，我刚领悟完传承，手痒。秦风不是说他能炼制仙丹吗？那就比一比，谁炼制的丹药品级高，就算谁赢。输了的抽筋扒骨，丢去喂狗，你敢吗？我赌就赌，谁怕你呀？这都……师傅，你别害我，他可是得到了丹祖的传承，我怎么跟他比嘛？放心，师傅不会害你。输了的可是要挑断灵根，你确定要赌？我不仅要赌，我还要加大赌注。你要是赢了的话，我第5峰让给你；你要是输了，你第1峰的所有灵石珍宝都要归我第5峰所有。你敢吗？武清爷，你怕不是脑子坏掉了？行，既然你要玩大了，我就陪你玩，让你输心服口服。师傅，你就饶我一命吧。口说无凭，千子画押。要不我怕某些人耍赖呢。哼！师兄，武清影说话底气十分足，说不定这秦风真能炼出仙丹啊！再给秦风100年、1000年，他也炼不出仙丹。哎，完了完了，我死定了！你个球！本座这儿有仙品香炉、千年药草，就算是头猪啊都能炼到3品，更何况是你呢？陈天圣啊，他刚刚得到这个传承，他还没有完全领悟。你呀，输了。武清爷，你卑鄙！对付你这个人渣，坑死你都算是轻的。哎，白纸黑字啊，谁都别想坑。哼！就不信丹祖传承还比不过你那些外物。快去！哎呦！秦风，你不会打算用柴火来炼丹吧？你懂个屁！成大事只不拘小节，练你自己。这丹药啊，分9品，9品之上便是仙丹，炼出几品就有几条丹纹，这4品之上便有一声钟鸣。这本尊门炼制最高的也就6品罢了。至于那仙丹，
丹城之时钟鸣不绝，七彩霞光啊！此生怕是见不到。5线丹丸，这是5品灵丹呐！这有5品，可是接近了本宗历史啊！陈师兄刚刚受到丹道传承，就练出了5品丹药，假以时日，练出更高等级，也未尝不可呀！完了，本以为撑死就是个1品，没想到竟然是5品，这一下可愁坏了。秦风，你的丹呢？我早就说过，秦风，你就是个废物，丹炉都炸了。这钟鸣不绝，七彩霞光，仙子吟唱，这是仙丹啊！我不是只能练出普通的丹吗？刚才上去的时候我还特别担心，现在看来，师傅你说的都是真的。啊？哦，那是自然，为师从一开始就很相信你的嘛。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不可能，6品丹药已经是人间的极限，仙丹更是只有仙人才练得出来。秦风，你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练得出仙丹？事实胜于雄辩，仙丹异象就在眼前，你有什么不服？啊！陈天胜，秦风练出了仙丹，愿赌服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第一方的珍财异宝全部都要归我所有。还有，你还要抽筋搭骨丢去。不行，所有的赌约都是陈天胜一个人定的，我才是地方的封主，不承认这个赌局就不能作数。你个无关海，你们师徒2人是要当着宗主的面毁约吗？对，你们看。秦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仙丹怎么会成炭灰？应该啊，我练的是太上归元丹，可以修复圣体本源，重塑根骨，怎么会变成炭灰呢？秦风，你还真能吹，重塑根骨。若世间真有这样的丹药，你为什么不炼一颗给你自己吃，重塑你的废灵根呢？我爷爷说我身体特殊，炼什么丹药都没用。师傅，你们师傅，不好，旧疾爆发了。原来如此，我懂了。秦风练的是假丹。这成丹之时的异象全都对上了，这怎么可能会是假的呢？方才丹成之时，所有的丹力都被武清莹给吸收。若是真的仙丹，他又怎会吐血？除非是误食假丹，他才会口吐黑血。况且，这秦风心思不纯，刚才的异象，还有个做莲的女人，这可不在仙丹的范畴里。我想，你练的就是假丹。天胜获得丹祖传承，对于炼丹一途了如指掌。宗主，您不会是怀疑丹祖传承吧？好啊，本宗主差点被骗了。武星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愿赌服输。现在把第5封交出来，再把秦风抽筋扒骨，挑断灵根。我就地复发，快跟我回阵。想跑，给我追！师傅，师傅，没事吧？
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如此寒冷，还结冰了？我本是纯阴上体，但被歹人陷害，夺走圣体本源，就此落下病根。每年极阴之时便会发作，全身冰寒，不知今日为何提前发作了。纯阴圣体，师傅，我此次下山拜师，就是为了寻找纯阴圣体来救命的。武清隐，你躲起来也没用，赶紧交出第五凤！快去，打开转盘，开启护风大阵。在我恢复之前，不许任何人进入第五峰。快去！五峰州开启了护风大阵，这是丹主留下的阵法，我也无法打开。武清隐，你躲得了初一，躲不过15。等到护风大阵灵气耗尽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残忍。师傅，好点了吗？好烫！师傅，您平时发作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？其实你还有一个师姐，以前发作的时候，都是你师姐用灵力帮我引渡寒毒，和我共同抵御寒毒尸体的痛苦。可现在你师姐不在，你又不懂修行，为师只能自己硬扛了。可我的修为那么差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除非能找到纯阳道体，与其双修，将纯阳之力注入我的体内。你师姐这次下山啊，就是为了给我寻找纯阳道体去的。可是纯阳道体万年难遇，又怎么会那么容易找到呢？师傅，我就是纯阳道体啊！纯阳道体万年一遇，甚至是世间唯一。你虽说资质逆天，可这1/1000的概率怎会是你？师傅，爷爷说过，我就是纯阳道体，必须7日之内找到纯阴圣体，与其相结合，不然必死无疑。你这坏徒弟，只能为师占你便宜，你不能占为师便宜。师傅，我没有骗你，不信你看。你看，师傅，我摸过的地方，冰都融化了。难道秦风真是纯阳道体？秦风资质如此逆天，或许真是纯阳道体。不管是不是，眼下都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那你快去准备一下。秦风啊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为师要脱了。准备好了，我把眼睛捂上了，您放心的脱吧。把手拿开，把眼睛睁开。若秦风真是纯阳道体，那让他浴血喷张，更能激发纯阳之力。那多不好，师傅，我还是捂着眼睛吧。别废话，让你睁眼就睁眼。那好吧。玉佩冰寒，师傅的寒毒又发作了，我必须立刻赶回去。宗主，为何我第5峰护风大阵开启，你们又为何聚集在此？你师傅与我对赌，输了第5峰，现在都耍赖不给呢。可是玉佩显示，我师父此刻寒毒发作，痛不欲生。不好，寒毒发作若不及时治疗，必死无疑啊！谁能打开这护风大阵？我来。
师傅，你准备好，我要开始了。好烫！吴星颖与野狗私通，这就是你说的疼痛男人。吴星颖注定受我的禁乱，秦风这个废物竟敢染指。可是这玉佩显示不能有错呀！太不像话了，宗主，别的都能忍，吴清颖不知检点，带坏宗门风气，必须严惩。不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。我师父他虽然不靠谱了点，但绝不是这种人。走吧，进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秦风，你太烫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该怎么调整啊？简直不堪入耳！季玄英，这就是你说的误会。宗主，您可亲眼看见了，吴清颖这样的人就不配做封主。宗主，我去看看，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答复。去。好强的纯阳之力，连我的圣体本源都恢复了。难道秦风真是纯阳道体？师傅，不会有人进来吧？师傅，怎么？你怕有人看见我俩共浴一池？啊，不是，只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加上你我师徒的关系，要是被别人看到了，怕对你影响不好。我不怕，作为师傅，疼爱弟子有何？可是我怕呀，我还是个花花大小伙子呢。你救了师傅一命，要不要师傅给你点奖励呀？师傅，你这是干嘛？请自重啊！师傅，你弄疼我了！别乱动，我都对不准了。色批，竟敢欺辱我师傅！大胆狂徒，竟敢欺辱我师傅！色批，我砍了你！师傅救我！这女疯子要杀我！色批，趁人之危欺辱我师傅，还敢叫我女疯子！杀了你！住手！师傅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就阉了这个色批，让他后半辈子再也欺负不了别人。哎，女侠，我可不是色批啊，是师傅在帮我疏通灵脉。孤男寡女，光着身子，还说不是色批？玄英啊，把剑放下，他是我新收的弟子，是你的师弟秦风。师弟？这不可能！第五峰穷的叮当响，就连山上的仙树都被师傅你拿去卖了，怎么可能会有弟子愿意来这里拜师？玄英啊，你不要总是接为师的短吧。秦风啊，他确实是你的师弟。你们刚才光着身子共浴一池，为师寒毒发作，秦风是纯阳道体，与他共浴，这才救我一命。那我刚刚在门口听见什么对不准，师傅这又作何解释？师姐，那是师傅在找我的灵脉入口啊，对准注入灵脉，我才能恢复吧。你闭嘴！我不相信。玄英，秦风他没撒谎，确实是他说的那样。好吧，我相信师傅。不过宗主和陈天胜他们可就不一定信得过了。师傅你也知道，陈天胜他觊觎你的美色已久，刚刚在门外，他可是有点气急败坏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吧？吴星颖，你身为封主，这与弟子行苟且之事，带坏门风，你该当何罪？你身为封主，却与弟子行苟且之事，败坏门风，你该当何罪？别乱说啊，我们可没有。什么没有啊？我们就是在看。
小峰峰，你刚才也太猛了，都弄头上下了。我不知廉耻，吴清隐，你果然是个不值钱的便宜货。师傅，你不要脸面，我可是正人君子。那个刚才师傅寒毒发作，恰巧我又是纯阳道体，帮师傅缓解疼痛。可笑，你可是纯阳道体，万年难遇。你写个废灵根，怎么可能是纯阳道体？吴峰主，你没新的太阴烙印，你的旧伤好了。是的，宗主，我虽还是金丹修为，但圣体本源已经恢复，回到全盛时期只是时间问题。明日仙宗对决，有我在，输不了。好，恢复了好啊！我乾坤宗终于又添了一份战力呀！就算如此，你也要愿赌服输，把第五峰交出来！哎呀，宗主，我还是一个未出阁的黄花大闺女，这就被人看光了，我以后可怎么嫁人呀？宗主，你可得替我做主呀！我连你一个毛都没看到，你是被秦风看光了吧？你可别乱说，我只看到了一点点，也没全看光。好了，这五峰主久病初愈，你们却步步紧逼。我宣布，赌约作废，赶紧给我滚回去！想跟老娘要战，你们也配！恭喜师傅，终于恢复圣体之力了。师傅，师傅，魔剑暴动，正在吸收您的圣体之力，不能放任不管了。魔剑，师傅，什么魔剑啊？千年前，丹祖击败天魔，并把魔剑镇压在第五峰，并于此建立乾坤宗，镇压魔剑千年。60年前，我被歹人导致魔气入体，还被人夺走了圣体本源。自那之后，魔剑就无时无刻不在吸收我体内残余的太阴之力。师傅，我此次回来也与魔剑有关。这次仙宗对决，药王谷来势汹汹，若是不能赢得比试，不仅乾坤宗会灭宗，师傅你也会被魔剑吞噬，成为魔剑的剑奴，成为供养魔剑的养料。拔除魔剑，势在必行。师傅，我去拔剑，这样不仅您能彻底摆脱魔剑的控制，魔剑也能听命于我，为仙宗对决再添战力。如此那样最好。可想要拔出魔剑，必须降服魔剑剑灵。魔剑被封印千年，怨气极重，除非是渡劫老祖，否则无人能拔出。渡劫大能、凤毛麟角，都是一方老祖，有机会平白无故来帮我们。师傅，不好，魔剑正在吸收师傅的气力，一个时辰之内拔不出魔剑，师傅必死无疑。那还等什么？快走啊！如此滔天的魔气，是魔剑。当年武进被歹人蛊惑触碰魔剑时，都没有如此异动。难道武进恢复了圣体，得到了魔剑认可？魔剑封印了千年都未认主，武清影，他行吗？若是之前，断无可能。可武进影被魔气侵袭多年，还能恢复圣体，真说不准。不好说啊！快随我去第五峰，去晚了魔剑可要认主了。那就是魔剑，不管我见到他多少次，依旧心有余悸。不愧是魔剑，隔这么老远，都感觉冰寒彻骨。这是魔剑，也没什么特别的呀。师弟，这么大魔气，你看不到吗？这不就是一把普通的剑吗？难道是秦风体内的纯阳之力让他看不到魔气？师傅，我去试试。
你休想夺回魔剑！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果然是魔剑想要认主了。今日这魔剑非我莫属。只要能拔出魔剑，我就能斩断孽缘，不再受魔剑困扰。既然陈天圣愿意冒险拔剑，那就让他去，省了雪云和秦风拔剑冒险了。起开！老者们，让开！妈的！我不信我拔不出来！住手！魔剑已经动怒，再敢上前，轻则重伤吐血，重则灵脉寸断，修为尽散。师傅，这魔剑不是想要认主了吗？为何还如此凶厉？这魔剑恐怕不是为了认主，是为了杀人。武器，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寒毒噬体，魔剑暴动，你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若是今天不将这魔剑拔出，一定会生死道消。原来如此，武器，你挣扎多年，结果到头来还是逃脱不了被魔剑吞噬的下场。师傅，我去拔剑，弟子绝不让师傅生死道消。哎，师姐！哎，师姐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师弟，我被魔气重伤，已无力拔出魔剑，你快救救师傅！我能行吗？行不行的，你也要去试试，不然师傅危在旦夕。师傅对我这么好，是时候报恩了。秦风，这废物也敢拔剑！你这不怕魔师一反噬，灰飞烟灭吗？我怕也得去。师傅有恩于我，爷爷教导我知恩必报。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永远都不会懂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看你如何死。今日一把魔剑折损第五宗3人，简直是天助我也！秦风，你嘴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到头来你还不是怕死？你这个废物，怕是连魔剑都摸不到，就直接被魔气给震死了吧？师傅，秦风，师傅要不行了！师傅，你师父已经油尽灯枯，待这炷香燃尽，便是吴清隐生死之时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怎么可能？连我都抵挡不住魔气震荡，秦风你凭什么没事？果然秦风是纯阳道体，纯阳之力可保证秦风免受魔气的吞噬。看来秦风可以拔出魔剑了。绝无可能，他只是挡住了魔气而已。想要拔出这把剑，必须要有渡劫修为。他一个连炼气都没有的废灵根，怎么可能拔得出来？秦风，不要以为你侥幸过了魔气这一关就没事，你拔不出魔剑，你师傅一样要死。这香要燃尽了。秦风，师傅快不行了！魔剑震动，你拔不出魔剑，引起魔气反噬，你必死无疑。走！拔出来了！
师傅，师弟拔出来了！魔剑已分成千年，只有渡劫大人才能勉强拔得出来，这怎么可能？师傅别急，你仔细看看。我说什么来着？秦风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拔得出魔剑？可师弟刚刚明明拔出了寸血。那是因为我刚才奋力拔剑，让魔剑有稍许松动。秦风上去的时候，恰好拔出了一点而已。严格来说，不是秦风拔的，而是我拔的。陈天胜，你还真会讲功呢！不行啊，师傅，卡住了，纹丝不动啊！你使点劲儿怎么秦风拔剑，我却感觉小腹一硬？师弟又拔出了一点，绝无可能！秦风是我第5凤王牌，只要他出手，就没有不可能。不行啊，师傅，还是太紧，我再换个方法。师傅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？你怎么脸这么红？没事，我就是肚子有点疼。太快，我受不了了！师弟，师傅，好像有点不对劲。师傅怎么了？没事，拔出魔剑，近在咫尺，我能忍，继续拔。哦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吴清与魔剑绑定，秦风如此粗暴地对待魔剑，便是伤害到你师傅了。我就说你拔不住魔剑。武清影被寒毒尸体几10年，根本就承受不起拔剑时的冲击。当你拔出魔剑的时候，就是武清影的死期。啊！师弟，不能拔，快插回去！不行啊，太紧了，插不进去。别动，就那么放着。被秦风这么一折腾，春阴圣体的大限快到了，今日必须要与陈阳到底交合。秦风模样清秀，天赋强大，还有情，本仙女貌美如花，实力强劲，算是便宜他。魔剑暴动，魔气滔天，秦风不自量力，贸然挑战，触动剑灵，被魔气吞噬。想必此刻正在剑灵空间饱受折磨呢。活该！区一个凡人，还妄想拔出魔剑，有纯阳之力又如何？还不是一样要死！传闻魔剑剑灵凶力万分，被他吞食，可都是尸骨无存呐。武清影，你准备为秦风收尸吧。秦风一定会回来，我相信他。秦风真能度过这关吗？这是哪儿？这是？哎，有人吗？喂！又来了一个而已。等我吸收了你的生命力，就能彻底。谁呀？师傅，怎么是你？师傅，怎么是你？本尊追随天魔无尽岁月，从不收徒，更不会收你这种废物。哎呦，师傅，你别闹了，你体内的寒毒还是我给你清除的呢。千年来，从未有人挣脱我的手掌，这小子究竟是谁？师傅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原来扰我清净乱拔魔剑的人是你！我这魔气淬炼千年，除非洞穴修士，否则半炷息之内必会化为脓血而死。你在说什么呀，师傅？什么化为脓血？你这手掐着我的脖子，好痒啊！
怎么可能？我这魔气淬炼千年，肉体凡胎出这祭祀才对啊！确实是有点痒。找死！这回我用出了10成力量，你必死无疑！哎，师傅！怎么可能？我这积累千年的魔气怎么被你一扫而空？你没事吧，师傅？啊！师傅，你忘了我是纯阳道体吗？纯阳道体万年难遇，资质逆天，修行神速，你毫无修为，怎会是纯阳道体？师傅没时间说这些了，我们要赶紧找到出口，离开这里才行。我不是你师傅啊，我是魔剑剑灵。60年前，我吸收武庆的太阴之力，与他一心同体，我中有他，他中有我。你就是那个把我师傅折磨的半死的罪魁祸首是吧？秦风是纯阳道体，未来成就不可限量，认他为主也不错。千年魔气已抵挡一空，我已退魔化身成为神剑，本剑愿认你为主。剑灵，叩见主人。吴青野，那秦风是回不来了，这香烛也快燃尽了，你命不久矣。不过你要是愿意跪下来，认我为主，摇尾乞怜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多续几年。呸！秦风他吉人自有天下。我数3个说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3个说之后，你再想认我为主就晚了。3、2、1。吴星野，你终究还是怕死呀！拜见主人，秦风。吴星野，你是不是昏了头了？好好看清我是谁！奇怪，我为何会突然跪下？师傅，秦风他拔出魔剑了。为师果然没有看错，你真的是绝世罕见的天宗奇才。师傅，你就别折上我！想要征服魔剑剑人，最起码要有渡劫的修为。秦风，你一个废物，连练气都没有，凭什么拔出魔剑？不对，这不是魔剑，魔剑魔气冲天，看他手里边哪有半点魔气，这分明是假的。我懂了，这个地方根本就不是封印魔剑的地方。秦风，你拔出来的那也不是真的魔剑。你们苦心积虑玩这一出偷梁换柱的戏码，不就是想独尊真的魔剑吗？真正的魔剑在哪儿？交出来！你刚才不是上去拔剑了吗？难道你分不出真假？谁知道你们用了何种手段？吴青隐，魔剑魔气冲天，想必引发多方人的关注。你中天对决，想必会有很多人背了魔剑而来。你常不做的，走。哎，师傅，徒弟已经拔出了这魔剑，您的圣体可以恢复啊。我已彻底恢复了纯阴圣体，明日仙宗对决，我看谁敢造次。太好了，师傅，这下再也没有人能欺负第5峰了。雪英啊，你今日也伤得不轻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师傅，今天就是您跟纯阳道体交合的最后期限了吗？师傅，注意安全。金风，经过多日相处，为师决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逐出师门。为什么？我刚才不是……师傅，你要干什么？时隔多年再次重新回来，天空中还是一如既往的破败。师弟，颜无敌就是夺走师傅圣体本源的罪人。颜无敌，宗门叛徒还敢毁我乾坤宗，你就不怕我杀了你？苏罗，今日的我可是今非昔比，你杀不了我。
然突破了元婴，晋升到了化神境。没错，那还得多亏了母亲您的圣元本体啊，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达到化神的境界？别废话，要打就打，你我的恩怨也该清算。别急呀，昨日魔气冲天，整个的北境都看到了。今日来此的可不只是我药王府，下剑祖吴道子，乌东大长老风清扬，今日为讨魔剑而来。今日北境16宗悉数到此，我秦颖就出魔剑。吴道子、风清扬在场的高手可都是化神境的强者。吴秦颖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这魔剑你保不住。魔剑你们是得不到的，因为魔剑已经认出。秦风，亮出魔剑给他们开开眼。是。不可能，魔剑封印1000年，任渡劫大能才能拔出，根本不可能拔出来。莫非此小子他是渡劫的高手？秦风不过是一个连炼气息都没有的废灵根罢，他手里的那把剑是假剑，真的魔剑被五星营给藏起来了。吴清扬，你敢耍我？传闻魔剑之上印有天魔烙印，那是用天魔精血镌刻的烙印，有烙印的就是魔剑。天魔烙印，我找找，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些。难道真是秦风拔出了魔剑？吴道友，看仔细些，那些虽说是烙印不假，但并非是天魔烙印。道友，何出此言？我福禄宗专门钻研符咒捐录，自然对天魔烙印也有研究。秦风手中的剑虽说有烙印，但是没有半点邪魔之气，怎么可能是天魔精血捐录？那烙印是伪造的，魔剑自然也是假剑。好啊，险些让尔等骗过去。魔剑乃天下之宝，大家理当公平竞争，你却想独吞。把魔剑给我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一群白痴，肉体凡胎不识珍宝，魔剑就在眼前，还能认错？哼！秦颖，既然说这把剑是魔剑，你敢不敢？秦风跟我的弟子比上一比。我的弟子古生乃9品资质，金丹巅峰，而他只是一个废物。如果他手中真是魔剑的话，足以拉平他们两者之间的距离。若不是，必死无疑。你敢不敢比啊？比较比，比较比，但干巴巴的比试太没意思，不如压点赌注。吴清颖，这几10年都过去了，你这好赌的性子是一点没变。既然你想赌，陪你赌，好吧？你想赌什么呀？今日的先锋对决关乎我乾坤宗的存亡，若秦风胜利，你们药王谷灭宗。至于你呀，严无敌，你给我跪下服众，偿还罪孽！你好大的口气！我答应，如果孔生赢了，我要让你乾坤宗灭亡，还要把你乾坤宗所有人化作养料，注入我魔剑之中。一言为定。古生，待会无需留手。是，师尊。哎呀，师傅你也太草率了！我的资质这么低，我怎么打得过他们？是啊，师傅，就算有魔剑助力，也还是很危险。放心吧，秦风，为师何时跟我？师傅，您没少坑师弟。哎呀，你们放心，为师这次呀有十足的把握。就算真有危险，还有我兜底呢。那好吧。快去，快去！你可知这把剑杀了多少人？
传说药王谷的孔生，从拜入宗门开始就在杀人，死在他手下的亡魂，没有1000，也有800，光凭这些怨念煞气，就足以要秦风半条命。秦风，这下你死定了！别怕，杀你只需一瞬。不可能！我这把剑吞噬了千百道人血，身上的煞气寻常宝剑触之即碎，即便是得了炼化的灵宝，也会被煞气反噬冲煞突袭。你这把剑到底是何来头？刚才就说了吧，我这把是魔剑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刚才是我答应，现在我要你的命！剑灵在吗？别睡了，快来救救我呀！刚才我只用了2重功力，这一次会用全力杀你！孔生要使用他最强一剑灯笼剑，这一剑一旦被击中，就算是元婴的修为，也是必死无疑。灯笼剑，传说乃是百里剑神一剑斩龙时所创，剑气所过之处，摧骨拉朽啊！孔生的修为已达到金丹巅峰，距离元婴只差临门一脚，如此境界的全力一击，怕把天刺个窟窿。秦风就是一个肉体凡胎，必死无疑。且说秦风手里拿的不是魔剑，即便真的，这在灯笼剑下也是十死无疑。吴青颖，你这次可是把秦风害死了。师傅，灯笼剑真有这么厉害？就连魔剑都抵挡不住吗？不可能，魔剑何其厉害，怎会挡不住金丹巅峰的一击？这一剑要你灰飞烟灭！灯笼剑！剑灵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死定了！主人，剑灵来迟了。主人，剑灵来迟了。孔生，现在连个废灵根都杀不了了吗？秦风，该死的废物！这不是剑主人，给我去死啊！师傅，不能再打了，师弟要不行了。再等等。孔生，几个回合了，对付一个废物能如此棘手吗？废物为什么这么难杀？呀！我死！不行，不能再打下去了，再打下去，秦风必死无疑。吴青颖，可想清楚，这是仙宗对决，你敢下场，这是违规！不仅乾坤宗会派出灭门，而且在场所有的人都上场诛杀你和秦风。为了弟子，和你们算二为敌又如何？师傅，快看魔剑！难道是天魔落印？不可能，一柄假剑怎么可能会天魔烙印？一定是假的！魔镜剑灵，故弄玄虚，找死！鼠辈竟然敢杀主人！还好你出现了，你再晚来一会儿我就死定了呀！主人说笑了，这世上能伤你的人还没出生呢。师傅，这魔剑的剑灵长得好像你啊！我吸收武清影的太阴之力数10年，自然与他相似。啊！原来这么些年一直让老娘受苦的人是你！你看我今天不打杀了你！来呀，谁怕谁啊！呀，你还真是个恬不知耻的小头，偷了我的太阴之力还不说，你还牛气上了是吧？
你看老娘今天不把你打得满嘴找牙，我就不姓武啊！哎，师傅，息怒啊！秦风啊，这才多久没见，你就娶了新娘王九娘了？师傅，你是说的哪跟哪儿啊？这是我不管，今天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反正我俩长得那么样，自己选吧。主哎人，秦风。哎呀，师傅，我现在是魔剑的主人，你打伤他，那我也会受伤。那这事500个临时就了了吧？他妈的，你当我不存在是吧？魔剑剑灵，千真万确，秦风真的拔出了魔剑。哼，是他拔出来又如何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秦风不过是个废物，他没有资格掌控魔剑。秦风，识相的话，把魔剑交出来，还可以留你的全尸；否则的话，挫骨扬灰，尸骨无存。想伤害秦风，先过我这关。太阴老爷，你已经恢复了纯阴圣体，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当年的胎妮魔女回来了，以前的账我会和你们一一清算。当年我们被太玉魔女打得落花流水，如今她恢复身体，我们更不是对手了。要不魔剑的事就还是算了吧，我可不想被这个魔女盯上报复。慌什么？她只是恢复了圣体，又不是恢复了修为。现如今你我都成功化神，区一个金丹境界，有何惧怕？那不还有一个魔剑剑灵呢吗？武秋有实力是不够，那剑灵可是追随过天魔的。剑灵的强弱取决于剑主，而剑主是秦风这个废物。就算是魔剑再强，在他的手上发挥不出来1/1000，是吗？那你们大可以试一试。诸位前辈，武新颖昨日才恢复圣体本源，状态不稳，若是真打起来，定不是诸位的对手。陈天胜是乾坤宗的人，他说的不会有假。怕什么？我们一起上！武清明打遍我们所有人。武新颖，你看到了吗？今天就是你的末日。天胜，你这个手鼠两端的叛徒！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化神强者压境，乾坤宗必败无疑。我自是要为我自己寻个好去处。诸位前辈，若真打起来，我陈天胜愿打头阵。你简直无耻！师傅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无妨，打一个是打，打一拳也是打。来吧！二党当我不存在吗？剑宗对决尚未分出胜负，魔剑归属问题暂且搁置。剑宗对决第2场，炼丹。叶长老，统生现在已经失去战力，无法比试。我提议不比炼丹，加试2场，2场比试的输赢也能决定魔剑的归属，看如何？我炼化武清影的圣体本源还需要最后一点时间，得想个办法拖延一阵。你想加出什么？画符与炼器。画符和炼器，我乾坤宗没有人会，你药王谷也没人啊，怎么比？我愿为药王谷出战，我也愿意为药王谷出战。你们串通一气，我不同意。住口！前阳不是宗主，你没有资格拒绝。宗主，你可想好了？你若是同意，上也可以留个体面；如果你不同意，本场的高手都会出手。宗主，不用怕他，有我在呢。我同意。宗主，您怎么答应了呀？那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已恢复了纯阴圣体，对付他们不在话下。在场的诸位皆是高手，修为最低的也是元阳境界，你只不过是金丹，就算有圣体加持，也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武清，你以为你还是60年前呢？现在的你跟我提鞋都不配。你好了，剑宗对决第2场，画符开始。乾坤宗有没有人出来应战啊？若是没有，趁早弃权，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乾坤宗立宗1000年以来，从未开设过画符的修士，不可能有人会。就算是有，也绝非风清扬的对手。他可是符箓宗的大长老，一手画符之术，出神入化，说是天下第一人，也未尝不可。我只给你们10息口，10息之后我无人出战，视为弃权。宗门里哪有人会画符？
乾坤宗终究还是要亡在我这一代了吗？早知道这些年就少赌一些，多学学画符与炼气之术了。时间到，乾坤宗弃权，妖王古圣。我会一点点。师弟，你竟然会画符！爷爷觉得我资质差，怕我入不了宗门，特意教了我画符炼气之术。又是你爷爷！丹祖传承的时候，你说那九龙师门像你爷爷的家门；炼丹对决的时候，你说你爷爷教你炼制仙丹。现在又来个你爷爷教你画符炼气，这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你爷爷是什么厉害人。我爷爷确实不厉害，但他说我画的符是神符，炼的气是地气。我没听错吧？地气，神符。秦风，你说这话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？符箓分为3品，分别是黄符、灵符和神符。黄符便可镇宅避凶，灵符更是像我这样的符箓天才方可炼制。至于那最高品的神符，只存在于传说之中，人间从未见过。你说你会炼制，难道你一个废物比老夫还强吗？秦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真的会画符？乾坤宗传到我手，哪怕是灭门，也不能无人出战窝囊弃权。秦风不管会不会，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乾坤宗派秦风出战。宗主，虽然这场比试关系宗门存亡，但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啊！难不成你真以为秦风的鬼话能胜过福禄宗大长老炼制的灵符吗？给我闭嘴！秦风再如何废物，也好过你这个手鼠两端的江豆枣。好，那我就等着看你们绝望的样子。入宗以来，秦风说的话全都成真了，再加上他那逆天的资质，难不成他真是什么大能的子孙来下山历练了？若是如此，那秦风说他会画符炼气，没准是真的。不管秦风说的是不是真的，等到比试过后就全知晓。这里太危险了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老夫修行符箓之术数百年，炼制的灵符不说上万，至少有8、9千之多。我的符箓之术在整个北境都无人能及。而你一个废物，竟然敢站上擂台与我比试，这简直是对我的羞辱！我也不想上来抢，可师傅待我不薄，况且我们宗门也没人会画符，我不上来，谁上来啊？秦风，你本可以交出魔剑，置身事外，即便是乾坤宗灭了，也波及不到我。可现在你既然主动掺和进来，那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明史玄笔，金朱砂，个个都是极品呐！言道有好眼力啊！这些至宝都是我寻觅天下符宗重金求得，每一件都价值连城。符箓虽是身外法，但也不容小觑。符箓的品级高低，就取决于画符所用的器具。像风长老这般极品器具，画出来的符咒最低也是极品灵符。我来风清扬是要对秦风下死手。秦风，风长老准备了极品器具，你又准备拿什么画符呀？秦风，我说你是鬼画符，你还真不让我失望。吴长老刚说过，画出的符箓品级与准备的器具有关，你就掏出这堆破烂。不仅是破烂，还臭烘烘的。宗主，你说你想输得体面，
这可一点都不体面。你这造孽！五星爷，你说你早点把魔剑交出来，何苦说这些丢脸事儿？哎，丢脸事小，别等会儿秦风直接送了命，那可得全赖你这个师傅的了。你们不说话，没人把你们当人。要是影响了秦风的注意力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竟然是乌龟运雷符，传闻此符可驱使乌龟运来劫雷，劈在人身上尸骨无存。青阳，这是打算下死手了呀！完了，千算万算没想到黄青阳这个老公怎么下手这么狠。乌龟运雷符招来的可是劫雷，这即使全盛时期的我也不能硬扛啊！五星爷，你现在知道担心了。我来看看秦风，你画的什么符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别捣乱呢你！秦风，你这是在画符对决上画小人吗？大家都看看，这就是秦风所画的符咒，狗屁不通！那是王天勋符，用来镇宅驱邪的普通灵符。什么？这竟然真的是符咒！虽说都是灵符，但是灵符之间也分高低。普通的灵符只能有些许的灵力包裹，而强悍的灵符一旦成符，便会引来异象。传说中的神符成符的霎间，便会引来众仙家的庆贺。紫气东来，我等今生恐怕很难见到了。运雷符已成，秦风，速速受死！啊，等等，我不服，我还没画完呢。横竖都是输，画不画完有什么区别呢？哎，你让他画，让他输了心服口服。嘿，劲爆！你不是说你一出手就是神符吗？怎么现在连灵符都不是？果然还是没有什么奇迹发生。看来是我想错了，秦风并不会画符。你们输了！紫气东来，这是神符！啊！怎么可能？我苦修符箓之术100余年，我都画不出神符，凭什么你一个废物能画出？你画不出来，那是你学艺不精；秦风能画出来，那是他资质逆天。啊！难道我100年的修行就是一场空吗？风长老，您可别被他们骗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那个神符有假？没错，这样的事情，五星野和秦风可没少干。你一派胡言！遍地花开，霞光相伴，这种种意象都与神符贴合，这还能有假？谁知道你们用了什么手段伪造意象？炼丹对决的时候，秦风不也是用了手段塑造假丹吗？风长老，秦风和五星野这样就是为了唬住你，他们是在虚张声势。好啊，吴清瑶，你正面敌不过，就打算用歪门邪道想把我吓跑了。幸亏天生贤侄火眼金睛，要不然我还真被你们唬住了。我看你就是修行修傻了。秦风连魔剑都能降服，区区一个神符又算得了什么？够了，光靠镇店分不出真假。秦风练的是不是神符，一试便知。傅清扬，丢出五鬼玉雷符，杀了秦风！受死！
风长老，您的五鬼运雷符可是连渡劫大能都倍感棘手，难道还怕了秦风这个废物？怕！我堂堂的福宗大长老，我会怕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？哼！武清影，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。五鬼运雷符可招来劫雷劈下，秦风他必死无疑。9天劫雷凶力万分，落在身上刮骨断魂。即便是渡劫大能来了，也要谨慎应对，一不小心便会魂飞魄散。师傅，要不还是认输吧？呵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想跑迟了。五鬼雷符！神符救我！还神符呢，一道雷都挡不住。我从来没失过手，秦风死在我手里，不冤枉。难道是我猜错了？秦风不是天才，不行，我要救他。护法天神王灵官法相，秦风竟然神符能换灵官大人的一缕神力，召唤神明的神力下凡。难道秦风画的真的是神符？不听老娘言，吃亏在前。不可能，秦风一个废灵根，不可能练得出神符。秦风他才不是废物呢，他从进我第5峰开始，我就知道他的资质一定超越在场所有人，包括我这个纯阴圣体。师傅。吹得太过头了，也检测证明我是个废灵根呐。没错，资质检测的时候，秦风弄坏了检测石，这又如何解释？这才正恰恰说明秦风的资质逆天，要不然怎么会连检测石都无法检测？一派胡言！大家别听他胡说，他在妖言惑众，祸乱人心。叶长老，这先锋对决，秦风已赢了2场，3局2胜，我想这最后的练气也没必要再比了吧。你该宣布我乾坤宗赢。好吧，作为仙宗对决的见证者，我宣布什么？什么？你想耍赖吧？修仙世界实力为准，这就是耍赖了，又如何？竟然达到了化神期巅峰，距离渡劫只差临门一脚了。虽说同为化神，但化神巅峰与化神初期的差距，比化神期和炼气期的差距还要巨大。叶无敌恐怕是单主之下第1人了。今日我说谁赢，谁就赢。秦风，剑魔剑影。叶无敌，你我之间的旧账也该清算。吴星颖，你难道是想以金丹修为对抗化神期巅峰吗？有何不可？我有魔剑在手，未尝不能一战。吴青颖，你也未免太过自信了吧？魔剑虽强，但是也要看使用人的实力。秦风这个废物，发挥不了魔剑的1/1000。至于你嘛，嘿嘿，最多也就是1/1000了。吴清影，我劝你老老实实的放弃抵抗。60年前我能击败你，今天也一样。打不打得过，那也要打过才。不反不灵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是缩头乌龟吗？只知道躲。哼！秦风刚才比武的时候也是只知道躲，你怎么还说躲得好呢？好，那我就让你躲无可躲。断心剑诀！断心剑诀！居然是太阴剑诀！当年太阴魔女大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，靠的就是一手
剑诀，如今恢复圣体，再加上魔剑的加持，烟雾敌危险了。太炎剑诀乃吴青云独唱功法，一剑长出可冰山冻海，烟雾敌真的能扛得住吗？稳了，这下稳了。自从武清营使出太阴剑诀，就从未输过。今日我乾坤宗的危机终于是解了呀！那是自然，老娘出手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。最强一击，就只有这点程度吗？师傅，怎么可能？我竟要吸收我太阴之力多年，我又恢复了纯阴圣体，虽只是金丹修为，但这一剑可斩化身，你为何毫发无伤？难道忘了你的纯阴圣体的本源在我这儿？难道你成功炼化了圣体本源？没错，60年前我抢走你的圣体本源，日夜炼化，始终未果。就在方才，你们比炼化符的时候，彻底的炼化了。所以你刚才是在利用我拖延时间？不得不说，你们刚才比试的那是相当的认真了。若不是你们给我拖延了时间，我还真炼化不了这个纯阴圣体。你卑鄙！卑鄙又如何？强食，吃人就被人吃。师傅，我突破渡劫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正好用你的太阴之力弥补我的缺陷。师傅，师傅！劫雷，现在无敌在突破渡劫期了，渡劫大能屈指可数。今日我等要见证奇迹了！这就是渡劫期的感觉吗？痛快，痛快！魔剑来！我依然前方为主，你休想掌控我！既然如此，那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主人，剑灵再也不能守护你了。剑灵！今日以杀正道，重修魔剑，就从你开始。哦，魔剑若入歹人之手，杀伐正道。重炼魔剑，生灵涂炭。竟然挡住了魔剑，而且是渡劫大能的一剑。不对，不是秦风挡住的，是他手中的那把剑。你那是什么剑？请把我击退！现在是我第七。此剑没有名字，但我爷爷说过，这是一把地器。炼器跟画符一样，分为3品。分别是法宝、仙器跟地器，其中仙器已经是人间极品了，地器更是只有魔剑这一比。秦风挡住了炎无帝一剑，难道说他手里的就是地器？不可能，秦风他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炼得出地器？我相信秦风，别说是地器，就算说他是丹祖圣孙，我也相信。就算是地器又如何？我乃渡劫大能，就算你我同时手握地器。但是实力这条鸿沟，
无法弥补的受死！师弟，秦风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师傅，师傅救我！秦风，相信自己，你可以的，为师相信你。秦风真的挡住了炎无敌，那可是渡劫大能的一剑，秦风能挡住，那秦风也是渡劫大能不成？不可能，秦风是废物，至始至终都是废物。我果然没有猜错，秦风是绝世罕见的天才，不是万年难遇的天纵奇才。真是太好了，真是没想到秦风竟然真的深藏不露啊！我乾坤宗真是复兴有望了。废物，你还想反击？秦教不敌了。秦风虽然因渡劫，但是还是比不过拿着魔剑的炎无敌啊！我说过，秦风你必死无疑。吴星野，秦风是渡劫大能又如何？在魔剑面前，还不是死路一条？秦风，你牛逼，我杀不了你，有人能杀你。等你死了之后，第五峰是我的，武晶莹也是我的。哦，难道要给爷爷丢人了？爷爷，故弄玄虚，你去死吧！我不能给爷爷丢人！啊！老子也是直男坏人。师傅，我们赢了！不是我们赢了，是秦风赢了。师傅，这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废灵根吗？为师早就说过，你不是废灵根，你是比为师还强的天才。不可能，秦风一个废灵根，怎么可能反杀炎无敌的？魔剑出世，天下大乱，怎地此处是一片祥和？再见，丹祖。丹祖，秦风，你干什么呢？胆子怎么比我还大？那可是丹祖，快跪下！爷爷，他们为何管你叫丹祖啊？爷爷，都起来吧。不错，秦风便是本尊的圣孙。秦风竟然真的是丹祖圣孙，没想到师弟竟然有如此身份，这样一来，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完了，这不完了！我居然也是在为难丹祖圣孙。秦风饶命啊！饶了我们师徒俩，我们永远不识泰山，我们泰山同人同族，饶命啊！什么？欺负本尊的孙子，找死！还有谁敢欺辱本尊的圣孙？福禄宗大长老风清扬，愿认秦风圣孙为主，愿认秦风圣孙为主。哎，爷爷，既然你都是丹祖了，那为什么我的资质这么差呀？小风啊，你可不是资质最差，你是世间最强，因为你就天道化身。我？哎，小风啊，我让你找纯阴圣体，你找到了没有啊？
我观你头上还是一脸的死气。什么？